位兄姐平安，平安。上帝讲，大山会当刷开，小山会当移刷，独独我的挚爱，的确无离开你。请兄弟姊妹备万心，开始今仔日的敬拜。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言，捌安尼讲：恁会得着救，在伫月倒转甲安息；恁得着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总是恁无灭。做伙来学罗上帝，圣诗157首，我信慕救主耶稣，请起立。 天地。
请由员徛地，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我是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的歹。因国权力、荣光都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被温柔以后到人来受苦。第是伊的死埋葬和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坐全能的上帝的大面，伊要你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真济。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63篇，启应文第63篇。信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我知，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的接纳。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安尼看，话得到是对看话来做的。对信，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对这个信，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信，伊也得讲话。对信，以诺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讲看着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以诺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去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信，若对还袂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即个信，伊定世间人的罪。对信，阿伯拉罕受调去，得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虽然不知要去倒位，我已有顺派出去。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我得到上帝所应允的，是上帝为着咱较好的安排。三甲来讲。伊的旨意是爱遮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万能的神，你是国外的主，阮伫遮呼求你，求你。甲阮同在，求你安静阮的心，圣像会纷纷扰扰，互阮甲你分离，亲像太阳被乌云遮盖，阮的身体有苦痛，面临死亡惊吓，阮的人生茫茫渺渺，送向失志，但是有一双手。担当阮的忧愁，迄是一双有灵魂的手，伊伫阮安慰阮，
陪伴阮，迄是一双温暖的手，伫阮的生命当中留下上水的记号。虽望艰难试炼也袂离开，但阮相信乌云的顶端总是有太阳。主啊，你一直拢伫咧。山会当牵煞，但你的疼永袂离开。你甲阮平安的约也袂牵煞。当乌云散去，战争点去，十字架的疼永袂离开。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请港音合唱团，伊要唱的歌曲是《圣殿充满阳光》。
恭读上帝的话，今仔日有2个所在，头一个是记载伫以赛亚书40章27节至31节。以赛亚书40章27节至31节，旧约第791面。雅各啊，你诚实讲；以色列啊，你诚实讲。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我的案件无得到上帝料理。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永永伫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野也无善，伊的智慧无通测度。野善的，伊互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伊走也无野，行也无善。另外一个所在，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3节至16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3节至16节。新约第242面。若有人传别样的教，无顺服咱的主耶稣基督端正的话，甲照敬虔的教示的，伊是家己碰风，毋知半项，有好辩论，甲三济话的病病。对于安尼，就生起怨妒、三争、诽谤、歹念头，以及心智败坏、丧失真理的人的冤家。因掠敬虔做二路，若是敬虔兼知足，就是大二路。因为咱出世无带啥物来，过世也袂带啥物去。若是有通食清，咱就要知足。独独遐个想要发财的，就烦恼、卖血、甲鲁莽，以及侪侪戆戆有损害的事欲，就是互人沉落伫败坏甲迷无的。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乱无依，就受迷惑来离开道理，用侪侪艰苦家己刺插。11节，独独你属上帝的人啊，着闪避遮个来对入义、敬虔、信、仁爱、吞忍、温柔，着精简信的好精简，将永活轻条条。你的受调，就是为着遮个，你也捌承认好的志愿，伫侪侪干净的人的面前。我伫想事活命，互万项有的上帝的面前，以及对本长彼拉多最好的干净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吩咐你，着守即个命令，无瑕疵，无通嫌，到咱的主耶稣基督会显现。到期大福气，独一有权能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要显明伊。就是独一袂死，踮伫袂通深近的光，人所袂捌看见，也袂会看见的，愿尊贵甲永远的权势归伫伊。阿免。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充电，请张牧师。咱著是安讲迄拍唱团。今仔日因全套的吼，即伊即教会这一期国外节就是紫色的吼，尊贵代表尊贵啊，耶稣的国外，伊今仔日口罩嘛戴即个紫色的，我也建议讲咱
头毛啊，大家拢甲喷做紫色的安尼，啊，咱阁配即个紫色的即个兰花，圣殿充满阳光，真欢喜咱会通做伙来敬拜，请甲我同心来祈祷。是阮疼爱主，阮感谢你，阮真正恨无你，因为阮罪恶满满，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你救赎的恩典。阮恨无主耶稣基督，因为阮需要对你遐来得到能力，得到气力，来面对生命所福原的挑战。我要恨无主耶稣基督。因为伫即个所在，属灵的大家庭，阮会通甲同信的兄弟姊妹相甲团结，相甲代祷，相甲伫遮学乐，也互相恳求。主，阮恨无你，愿你的阳光充满伫即个圣殿，也通过阮今仔日的敬拜，互阮得到气力，调整阮人生的方向，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当阮的色安来跑走的时，阮会通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成做秋天的福气，看满的所在。我要到色安来调见你，我要进入你所应允的迦南地，就是保罗甲提摩太讲的，我要将永约去条条，这个是阮上重要的目标。愿上帝你圣神真理的灵运行帮助阮，互阮伫人真有限的了解传达的中间，上帝你奥妙的恩典、真理甲气力，伫圣神的帮助下面，就享受上帝你的正百姓，毋若干那实体礼拜，坐伫即个所在，上帝你的囝儿，也伫做即时伫网络。因为身体无方便，也是其他的因素，袂当甲阮做伙共款伫即个所在实体礼拜，总是阮心灵三甲联合，伫上帝你施恩的宝座前来起祭坛，来献阮心灵甲诚实的祭，愿阮的侍奉，阮的敬拜，上帝你得到悦纳，也将你应允的即个宝贵的即个。祝福、赏赐，互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我用这个图电电，我想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咱活伫一个无电就无法度通活落去的世代。你想看觅？你会通台电甲你停电，你会通挡偌久？若讲无电啦吼，无电咱即摆遮都无电火啊，遮都声音都袂出来，暗暝蒙，你会通挡偌久？半点钟，也是一礼拜。我真好想象吼，伫发现电以前的人，毋知影哪生活吼，因无电嘛活甲好势。总咱即个时阵无电都无法度通活落去。3工一礼拜，你平常的物件害了了，足侪代志你拢袂当做。特别咱3月，我想咱台湾内政上大的问题，就是讲缺电的问题啦吼。咱3月03、3月初3，全台大停电，北部可能较无影响，高雄遐听讲超停电一工吼，一工外，真侪人开始因为呼吸器。无电滴到伊有呼吸器竟然因为无电都过身去吼。即摆咧甲台电咧相告吼。当然即半导体若无电，讲安尼就损失700亿啊！咱个人也无方便卖讲。然后3月12个一届，咱伫即个即个投资大停电，这嘛足奇怪吼。有人去头前电吼，滴到迄个国家的大门，竟然无电。无电嘛，足麻烦，因护照要查吼，即海关要人要入来吼，迄毋知要安怎生活。即有人讲有阴谋论啦吼，是毋是有人伫遐咧破坏？所以咱最近都立法院一日咧问用经济部到底有够电无？你台湾经济要发展
啊，你到底电厂啊，你要绿能发电啊，你核能要甲停掉，各等等这的，到底这个你有应变措施无？因为可见的将来就是电的需要性愈来愈大，无电咱经济也好，生活也好，拢无法度通活落去。我看政府，台湾政府是讲，即马你咧开个汽油、柴油车，大概到2040年要全面用电动车来取代吼。所以咱需要足侪电，咱需要电厂各方面的电力的发电。所以莫讲到国家啦，咱个人嘛，定定拄着充电的问题。以前要出门讲，你身份证逐项拢爱扎，钱包爱扎。即马佫加一项，你一定爱扎你的充电器，有无？我在电脑一开，迄充电器不找无电，即台是我的梦幻车啦。有一天毋知我都人塞这，毋过愈来愈贵吼。因为听讲即摆伫乌俄战争了后，一寡什物足贵重金属拢起价，哇！这离咱愈来愈远啊。这锂电池的供应对，哇！迄阵就足侪人爱使这 Tesla 的车。总是这嘛真侪问题呢。我这 Tesla 吼，无发动的时阵无声音，伊到底会通充一解电通使偌久？咱台湾较细，所以你可能无啥问题。即马充一解我使到高雄，大概无啥问题。我会记阮迄阵回友买这，我问讲为洛杉矶去到旧金山640公里，中间你敢毋免充电？敢使会到400迈？中间敢有充电站啦吼？你充一解电，你毋着爱停出去，咱去加油。充电你爱偌久的时间，即个电池才充满，才迄落。抑佫一个问题就是，沿路你若伫沙漠地区，若无电的时阵，毋知要安怎？你基础建设你要电动化，你的基础建设到什么程度？毋然你政府你得统一每一个。Tesla 出电动车 ，Toyota 嘛要出电动车，福特嘛要出电动车。你充电站毋着爱，逐项拢会通相容等等遮。所以充电的问题实际上也不极大。咱到处拢咧寻找电源，所以你遮机场啦、车头啦，是即摆像捷运站嘛有看见。你需要充电，我遮提供互你充电。所以咱到处在寻找电源，因为无电无法度通做代志我捌看过 AT&T 的一个广告，伊讲你若手机莫讲无电断讯吼，12分钟的时阵你就开始心烦意躁，到45分钟你就掠讲吼，无法度通甲外界来沟通，所以咱到处在寻找电源到底是安那所以有人开始就发明讲你后摆要造一个 PowerPoint Power Bank 吼。即个会通充电的随时爱扎者，咱需要电咱需要迄个持续不断供应的电。人嘛安尼啦，人嘛是需要休困来充电，毋是休困，你若困了真好，你就感觉隔顿工精神真好。所以咱需要休困来充电，来得到新的气力。所以我感觉。这句话是不借它引起共鸣的广告词啦，吼！你累了吗？咱敢要做一个调查。我咧想这句吼，大概你问囡仔，伊嘛感觉伊真忝。即马幼稚园学生，伊感觉伊嘛真忝。老母念要学这，要学迄，要补习这迄落学生、家庭主妇、公司。差不多，我想这无一定90%的人讲，确实真忝。做现代人，有时感觉讲，以前的人爱去洗衫，用手骨底下烂，煮饭什么，逐工爱去买菜，咱只要冰箱一礼拜去买2摆就好。咱时间加真多，总咱无较轻松，敢毋是？你敢有感觉较是轻松？特别一个真侪时阵，咱会感觉，亲像主要所讲的，我是有足侪梦。总是我无迄个力，通好去完成。我心灵真愿意，做肉体软弱，无气力，有真侪责任包括做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伫公司内底
啊，这定时要求你做这做迄，工作一大堆，你感觉真无力感。这个无力感对我这个年纪来讲，搁较大。咱这拜日咧上手机课吼，我无顺有去上两届，讲哇，咱个手机迄功能遐大，啊，咱摕这手机吼，你可能用无30%，会晓用的啦，70%你拢袂晓用啦。唔知要安怎收集相片，要安怎甲分类，啊，要安怎甲藏在云端。迄个挫折感，迄个无力感，迄种的无路用感吼，定定伫心内，无迄个快乐。啊，有时咱需要停起来吼，需要来想看觅，到底我咧逐工安尼啊，到底方向对啊毋对？最近开车咱拢用 GPS， 啊，伫咧 GPS 以前，我对家己的记忆。对路的方向，我家己感觉还不错。啊，总是最近发现定唔对去。啊，我一定为遮行嘛，一直驶。我无想讲你停起来，你看一下 GPS 啦，我拢无爱听。总是后来拢证明一对。停落来看觅咧，你一直咧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了，你家己拢唔知影。啊，随时停起来查一下。定心来调整咱的方向，啊，咱真正需要来想看觅，到底我人生上帝互我伫世间还剩偌久？我安尼咧跑走，我的方向对啊毋对？我用遮侪快乐去咧做遮个代志，到底有迄个意义，有迄个价值也无？这是今日要甲咱大家三角想的。啊，最近去看真侪会友。啊，人的体力甲年龄是成反比啦，愈侪岁，体力就愈少。所以我定定去看咱即寡长辈讲，伊即摆拢咧困呢，困的时间会真长。我敲电话去甲我妈妈97岁啊，大概拢找袂着伊。我这侪拢讲，啊，伊即摆咧困呢。所以伊充一解电，啊，总是伊的迄个 energy 可能敢若1、2点钟爱着搁忝啊。所以事实上，咱体力、体力、智力、灵性方面，咱拢需要充电，咱拢需要来想看觅。啊，人体敢有法度通充电？到尾我去查，有呢，有这种机器呢。我这图讲2014年啊，伫香港这个讲坐伫遐，讲会通改变你酸性的体质。啊，电唔知要插到倒影，是敢若坐伫遐好照，啊，就会变做充电，也毋是，唔知影这到底有迄个效果啊无？所以事实上，现代人就是望讲，我搁较有侪体力，有较好的智力，有较好的能力，通来应付一切的这个条件，嘛较好的灵性的这个追求。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咱需要充电。啊，充电要就充，真侪基督徒甲礼拜日7点钟当作是咧充电吼，充电站。啊，我礼拜日我甲一切代志摆开，我伫即个所在要来甲电源、甲上帝、甲创造我的即个主宰三结的，伫遐来望来得到一些能力。所以我想，这个是袂歹的想法啦吼。至少我逐礼拜这段时间是分别出来。世间的世情俗事的颠盘，我暂时拢放在家庭的啦、责任的啦、经济上，我拢慢只想。我这个时阵单单要来仰望上帝，伫这个所在，我会通淡薄时间来反省、来忏悔。过去一礼拜久检查，我有一寡什么代志，我是来处理了无好，我需要伫上帝面前来求赦免。我来读一寡圣经、课文也好，也是圣经也好，我伫这个所在来。矫正我即马到底我的方向对啊毋对？咱教会有真好的圣乐，不管第一场的敬拜团，也是咱第二场圣歌队雅音合唱团，圣殿充满阳光，咱要遮领受恩典啊！这圣乐
也是咱的司琴的这姊妹，用足好的，互咱伫遮安静落来想。用上帝道理，牧师所讲的道理，无一定啊几句啊会通，互你感觉讲，这值得我来思考，我来学习啊，我来得到新的开拓、新的方向。最后用领受上帝祝福，然后咱离开拜堂啊，佮继续来跑走啊，来尽咱做一个人的责任。做是你心灵的电池，敢有遐尼好用？我的意思是讲，你一礼拜干那充一解电1点钟，安尼敢有够额？一礼拜168点钟呢？我唔知影这个电吼，有法度通一个电池一充就讲用一礼拜拢免去充的。你的电池大概即摆也无法度通安尼吧？你的手机的电池充1点钟啊，我规礼拜我拢开掉的，拢一直用，啊你袂失去。咱可能无法度通安尼嘛。我想心灵嘛是安尼，那需要持续不断的充电。所以好佳在即摆有发明即种物件。我会记当即个扫地机器人出来的时阵吼，迄个无自动连接功能，我充一解电啊，就伫阮兜底下扫地。伊无电泉，毋知伫倒位咧，面床骹逐位找咧，去找迄个到底即台扫地机器人着。啊，最近开始即种，佮家己伫要无电，拢去找电源，有即种物件嘛吼。我即马拢有迄家己啊无电啊，家己去挖迄个电源啊，该充电了，啊，你要佮用伊就佮充满了电，是毋是？咱也需要有这种功能，毋是干一礼拜伫遮充一解电，然后我就用袂了。我有自动连接的功能，我甲迄个能力的来源伫遐来连接。咱的能力为倒来？今日咱所读的圣经以赛亚讲，你无限电力的来源，太阳能啦、风力，这伊是无限的供应者。所以伫迄个所在，先伫安尼讲，你敢毋知影？你敢毋知你的电源是伫什么所在？你的电源毋是食槟榔。听讲食槟榔，互你较有体力。你的电源毋是去夜店去食一粒兴奋剂，食一个毒品。你感觉天下无敌？迄种电源毋是即种。你爱知影你的电源是创造你的上帝。你为遐出来，你的电源就伫迄个所在。所以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即个上帝，讲即个是永远直直、用袂了的电源。伊是永远直直的上帝，伊是创造地极、创造你甲我的。即个袂野、袂先电力用袂了，伊的智慧袂通测度。所以，以赛亚咧甲咱讲的，就是讲你爱找到即个永不断电的电源。啊，即个英文也是非常的宝贵。伊安尼讲亚线的。亚线的，伊会享受咱能力；软正的，你感觉你软弱无力感的，伊要加添开力。就像咱的经验，少年人嘛也嘛会先，勇壮的人嘛有可能会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应允，也是一个你甲我，不管少年的，不管年老的、勇壮的、软正的、软弱的。伊讲你都可以对上帝得到供应，啊，对上帝得到供应，就是你要插对电源，然后甲上帝有所连接，爱有迄个连接，你才会通有即种的能力。所以咱过来有要讲，啊，若安尼的时阵，我若是一台自动扫地机器人，我要去连接，要安怎去甲上帝连接？咱就对保罗和提摩太会几即个批来学习。啊，提摩太前书6章30到16节。第一项，保罗甲即个少年的提摩太讲，你要得到能力吼，唔通互诈骗集团去甲你误导去听遐个讲无共款的教，啊无共款的即个，唔是
尊重这个独一真的上帝。你爱甲主耶稣基督的教示介三结的，啊，唔通伫遐碰风，唔通伫迄个所在听别人来甲你诱骗。到今仔嘛是安尼。有时我咧看即个电视的广告，哦，迄个特别一寡较中南部的一寡电台啊，哦，即个药啊是经过倒一个法师加持过，哦，啊，伊个效果偌好，啊，偌有灵性，等等遮。伫迄个所在一直碰风讲，你为遮来对人得到你需要的能力。所以保罗甲提摩太讲，你爱知影，你爱追求什么？你爱知影，你得到能力的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因为伫即个，其实伫基督教会内底嘛有即种的错误的偏差，敬拜上帝。有人讲长老会较无灵性，小心这句话。某教会哦，因圣神充满，真有能力等等。到底咱会通反省，总是咱敬拜共一位上帝。咱的电源若吵着，若是敬虔兼知足，这个才是大理咯。所以伊直甲这个提摩太讲，你要少年，所以你要真清楚你人生的目标。对独一真的上帝敬虔，然后就是知足。上帝享受咱世间，咱伫遮是架卡的。你若有通食，有通穿，你莫甲别人比较。你若要甲别人比较，你永远心力交瘁，你永远比袂过。若有人去甲迄个一间厝几亿，哇！我要达到迄种的目标，所以你著互遐个迷惑啊，遐个罗网。戆戆的私欲损害去，甲你耗尽你的心力无达劲，你最后也是一场空。你袂当带什么倒转到上帝面前，所以你都知影讲，迄个目标真重要。啊，伊甲提摩太讲，侪人为着错误的目标，递到离开上帝道理。他把人生的目标搞错了后。侪艰苦来家己试测。我人生的目标是得到人的肯定，我人生的目标是得到人的尊重，啊，我更较好的名声地位。毋是讲这毋好，总是这毋是你的终极的目标。终极的目标对敬虔，佮知足。上帝予我这个恩赐，予我这个机会，我今仔日到安尼，我实在是真满足。更较重要，我会将永生去掉。所以你看保罗，伊咧甲提摩太交代的时阵，我感觉伊足慎重其事。伊讲我今仔讲即句话是徛伫上帝甲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将赏赐活命互万行有，也将万行好命来赏赐人类的上帝面前，甲你交代。我嘛伫本丢比拉多林内。这受到真大的痛苦，为着咱来赎回咱，互咱会通搁倒转到上帝面前，这耶稣的基督面前来还复你，守这个命令。什么命令？敬虔兼知足，就敬虔，就牵调伫上帝，就知影你的电源伫倒位。啊，你伫世间活的目的是什么所在？来守这个命令，敬虔搁知足。这是一个慎重其事，讲我毋是凭我保罗家己来甲你分啊，我是伫上帝甲耶稣基督面前来。伊讲你是属上帝人，上帝已经呼召你、救赎你，所以你要闪避遐个空虚的啦，遐个无影食、无共款的真理。你要追求的物件是用你的心理，毋是伫财产。名声、地位、权顶，你要追求是伫义、伫敬虔、伫信、伫仁爱、吞论啊等等遮的。伫你的人生中间有真侪精进，来精进这个好的精进。
上重要就将永远去掉掉。知影讲我向迄个目标咧迈进，我就是要去到迄个所在，所以我追求即个若因为我偏差去，毋是迄个永远啊，我就爱说你啊，我就要开始调整我的脚步，因为你受调就是为着即个，所以伊甲提摩太甲伊讲，是啦，咱当然爱爱人尊重，爱人肯定，这是咱另外一方面的迄个欲望需求，总是这毋是主要目的。你若追求伫义、伫敬虔、伫信任爱等等遮的，你就会通将永远去掉掉。所以咱搁即个讲电源为倒来，以赛亚讲是迄个创造宇宙的主宰，诗篇甲咱讲，迄个是创造海山甲万物的上帝。伊是创造天地，伊嘛是创造我的，所以我的帮助，我的气力爱为下来。当然咱要得到气力，需要定定来思考啦吼。咱生活上可能爱调整，咱大家拢非常的无用，责任真多。定定开会啦，念伊即个念伊迄个囡仔需要再去补习啦，要等等。逐工都无用试试，伫无用的中间，咱会失落方向，所以咱需要 slow down。下面有几个互咱做伙呀，就是小慢落来，亲像我头先举例讲，有时真赶紧要倒转来厝，就凭着家己的记忆，想讲爱为即条，总是爱有人甲你提醒讲，停者无要紧，你都无差2分钟嘛，你停来甲手机看 GPS 到底方向对啊毋对？一直行，愈行是愈远，所以slow down落来一个，互咱会通较知影才会袂讲爱白忙一场。每一个拢有一个圣经节，伫咱即摆要学习的。以赛亚30章15节，头先索伦即书甲咱读的，上帝讲：恁得着救，在伫倒转来瓦靠。在伫瓦靠伫上帝为咱成就的即个救恩观点，毋是靠你一直伫遐做功德，感觉做也袂够。安息伫主的救赎内底，恁得到气力，在伫平静甲信靠。但拄着代志拢扑跳，紧张要赶紧解决，无一定咱需要先停落来祈祷。上帝求你指点我即摆拄着即个困难。求你帮助我安怎来面对。slow down。第二，当然咱需要休困，休息是为着要行更较长的路。所以这个诗篇46篇也短也真好背。46篇的第10节，唔通扑跳。上帝讲你恁着定，拄着代志的时阵，更较需要安静落来，着知我是上帝。伊用阮即个代志发生，伊也要帮助咱来解决咱所烦恼看恼的代志，定来挖靠伊。所以咱搁一摆来讲咱的目标，咱的目标毋是甲解决问题，毋是干那得到搁较侪名声第二，咱的目标就是要得到迄个袂败坏的。即个世间真紧就过去。最近我咧看报纸，最近会弄一寡出名的人，电影明星、作曲家，60岁、70岁，几岁中风死的死。世间真短，我要追求的是迄个袂败坏的免流，所以我爱有方向。迄个方向若对，迄个电源的来源若对，我要用较侪气力伫追求，会通带到永远的。就是追求听、喜乐、宽恕，下面这就是短的一个，互咱讲，我可能伫这方面会通搁来努力的所在。听，爱听。泽伦斯基咧演讲讲，生命赢过死亡了吼。伊伫战争的中间讲一寡真出名的话，我望听。赢过万分，赢过报复。保罗讲，带到
永远的是疼、仰望甲信，其中第一大的是疼，疼的气力会通帮助咱面对真侪问题，追求喜乐的气力。尼希米第8章第10节会甲咱讲，咱定定的忧闷，为着做代志，为着囝儿的婚姻事业，为着咱的健康。尼希米讲唔通忧愁，来倚靠上帝，你要得到迄个喜乐的气力，追求赦免、宽恕的能力。有时咱放袂开心内规抓，就是因为咱无法度通宽恕，咱感觉受到伤害，咱想要报复，咱想要讨回公道。总是要用仁慈、三宽待、存怜悯的心，因为上帝也不安尼来赦免咱。求上帝予咱有迄个赦免其他得罪我的人的气力，追求诚实的气力。诚实是上好的政策，因为老实我都唔惊，所以无畏。耶和华保守诚实的人，当当报应骄傲的人，追求温柔的气力。温柔，我夫妇中间检测更较需要这种的温柔。有时咱咧生一个代志，愈讲愈大声，愈讲愈关系愈歹。所以讲兄弟啊，若有人无张持，毋是故意的，陷落伫罪恶，直到引起冲突。认识上帝的人，用温柔的心性归正伊。伊咧讲的毋是干那教会来，我相信伫咱的工作场所，伫咱的职场，伫咱的家庭，拢需要有更较温柔、疼的气力来赢过这谦卑。谦卑就是阳光的大声。箴言15章33節，愈谦卑的人，得到更較多其他的人的尊重。我毋知你最近有，即安尼毋知会讲到伤个人性。最近我侪人咧传迄个陈建仁3月13伫基督教会的演讲，我听伊的演讲，然后我想到柯文哲，到底是甚物人较有气力啦？吼，甚物人较有气力？我想这个就是咱需要来学习的对象，节制。顶礼拜万里甲金山咧走马拉松，我想要去走马拉松，毋是忽然间就去，伊需要久长的训练，你才会通跑全马40几公里，毋是遐简单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甲咱讲，遐个要得到会败坏免流的人，是凡事拢有准则，因的假实，因的体力，一直伫遐调整到最佳的状况。今仔日咱嘛是安尼，咱爱节制。如果感觉家己伤大苦，咱喙爱小可节制一下。如果感觉运动无够，体力无够，咱家己嘛都爱努力去完成，追求良善的力量。你看，他怎讲温柔也是共款，追求感恩。亲像他阵保罗伫提摩太讲的，并且兼知足，常常用感恩的心。我拥有的，你要甲别人比袂了啦。有时我看人喺网络上来讲，哇，即马倒位一个豪宅，讲爱几亿的，我内底有影帝，有啥等等。我真感谢有一个厝通好大徛起，即马看见乌克兰，咱会通遮尔自由来敬拜，厝袂去互炸，毋免惊随时性命的损失。感恩，互咱甲上帝稳定三结连，就是真好的一个圣经节。哥林多后书9章15节，真短，做是我真爱这个圣经节。感谢上帝，因为伊对我实在有讲袂尽的恩赐，追求相信的气力，
相信上帝的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圣神啊，临到上帝啊，祝福我，若要引带我会得到才能，我会通伫各所在来见证，我的性命就成做一个真水献予上帝的祭坛。保罗伫咧写这个代志了后，我感觉伊家己哪写你爱追求义啦、敬虔等等，写到尾伊敢若写着家己的心啦。伊甲提摩太讲：你耗尽心力咧追求的，到底你是毋是正确？你若有甲迄个永活去条条来追求义、敬虔、信、疼痛者的，伊最后安尼讲：若到期，到咱这世间煞，到咱世间的使命煞，互上帝调到伊面前的时阵，有大福气，独一关联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要显明你所做的工程。这个是活的人所无法度就近的迄个光的内底。伊创造咱活命，互咱伫即个世间经验这一切，将来咱倒转伊面前高效的时阵，上帝要显明咱所做的工是何等的水。伊看到迄个荣耀的冠冕，所以伫个人伫提摩太讲：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尽跑走的道路，已经有迄个袂败坏的勉励为我存留，伊有迄种的把握，因为已经正确了解我的目标。我嘛一定用这个目标来跑走，来追求听义、敬虔这个代志。我安尼教育，虽然伊的人生最后咱看起来是真悲惨，为了耶稣基督来顺道，总是伫永远的国度，伫迄个人袂当就近的光的中间，咱伫将来伫上帝面前要看见伊所得到迄种永远的免流。最后，我咧读犹大书，嘛看讲。同款会勉励伫犹大真短新约的后壁段，敢若一章尔，真短一本的圣经。犹大书的20节、21节，犹大长老嘛安尼讲：你甲我做上帝囝儿、属上帝的人，咱的目标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得到永远的活命。总是要得到这个目标以前，有几项你爱做。第一，你爱着将家己建立伫至圣的信仰的观点，你要插队电源，你要面对正确的目标。第二，你着靠信心，定定的祈祷，求上帝帮助我调整我的方向，享受我这个困难，也踮伫上帝听内底来保守家己。咱就用犹大长老这个勉励来做咱今仔日的金句。犹大书的一章尔啦吼，所以犹大1章20到21节，这是咱人生的目标，甲咱跑走得到快乐的来源。咱做伙来读，咱来谈两解好无吼？就将家己建立伫至圣的信仰顶面，就靠圣神祈祷，就踮伫上帝的听，保守家己。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得到永远的活命。20节、21节，犹大，至少咱知犹大20、21节，咱搁一解，就将家己建立伫至圣的信仰顶面，就靠圣神祈祷，就踮伫上帝的听，保守家己，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得到永远的活命。犹大20、21节，望咱得到充电，也调整咱的方向。做来祈祷，主，阮需要快乐，总是阮得到快乐，毋是为着这个世间空虚的名声地位咧图谋。我得到快乐，是要追求会通带到永远，会通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这种的目标来迈进，恳求你帮助阮，就学习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阮这个属上帝的人，就伫追求公义、追求敬虔、知足、感恩、温柔、节制等等这些代志，互阮有教育的快乐。伫迄个所在来将主的听轻条条，永活轻条条。直到期的时阵，上帝你所应允迄个袂败坏的免流，
我会通伫你的面前来领受。离开拜堂，明仔载阮有真侪条件，有真侪诱惑，恳求主你赏赐阮能力，也赏赐阮逐工主动甲你相结连，来得到充电，来赢过这些条件试炼，直到永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即是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92首，主，当我有困难的时，请起立。请坐，奉献，请陈依如执事甲陈宝西执事。会众请起立。
报告。欢迎大家来参加实体礼拜。礼拜后请留来交易请安。第二，今仔日下晡1:30分，伫地下室举办桌球比赛，欢迎会友会当前做伙来观赛，也是个人也是团体组队来参加，可以现场报名，请报赛执事来报名。第三，4月至6月行事历已经安排妥当，那请有事奉的兄弟特别注意家己服侍的日期。第四，圣礼典，后一次的圣礼典安排伫4月10号中秋主日，有洗礼、坚信礼、甲信仰告别。若是有兴趣的兄弟，请伫1楼柜台当拿填写单来写，抑阁互牧师知影，安排学道班来学习分享。第五，说到70周年纪念特刊，征求每一个家庭的全家福，也是个人的照片，也是你手中有咱教会特别有历史纪念价值的相片，欢迎你将电子档上传，提供姓名甲1-2节恁兜上喜意的经文。即个活动希望伫3月31，就是即礼拜就结束啊，请大家尽量配合。新眼光读经4月至6月灵修手册已经来啊，请兄弟伫1楼的柜台摕。番客消息，请大家家己读。大多数项，请大家切为着乌俄战争的止煞来祈祷。无需要补充吗？因为大家拢挂口罩，我实在是毋知有需要我介绍的人无哈。我即摆要认人实在是较困难吼。如果你今仔第一摆来是真久无来，代表教会来甲你欢迎吼。2项代志来宣布，第一个就是咱较定乒乓比赛吼，落雨天你也走，也无啥物所在通走，你说留在遮吼。听讲有披萨通好食的款吼，你若要出外口食较青草的，咱莫点半，咱1点就开始好无？因为迄等真久吼，所以咱下晡乒乓比赛咱正式1点就要开始啊吼，咱差不多迄时间安尼来请大家来参加。搁另外一个就是咱的行事历已经摆好啊吼，拜托你小可摕转去看一下。教会有即款活动，团契聚会，如果你适合参加即个团契，请你来参加。咱才有事奉的人，特别请你家己甲考起来。如果教会甲你安排，办公室安排即个时间，你无方便，请找看有人通兑换，互阮知影一下吼。逐礼拜事奉拢会通真顺遂吼，这甲大家拜托。所以这是下一季真紧啊！2022年已经搁过1/4啦吼，所以时间实在真紧咱大家保重身体吼。为着身体欠安，特别最近一直感觉咱教会迄个高年龄的遐长辈吼，真恶来做礼拜吼，身体上不方便，咱为着遮个高龄的兄弟吼来祈祷吼。望上帝保守咱伫疫情的中间，一切拢真平安，多谢。上言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Yeah.
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医治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